政府的纾困贷款，敢有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呢？立委来亚聊，讲银行基层的员工来反映，纾困贷款就要做出着业绩，所以不得不只好去找一寡无需要纾困的企业来贷款，或者个纾困变作是为贷款而贷款。也毋过立委质询到公股银行的代表，大家拢否认讲无这种代志。 政府推出纾困贷款的好意，互银行基层的员工是压力有够大。立委照着民众咧讲，有银行行员一天敲3通电话，要求伊贷款。原来真个公股行库拢对基层的员工下这个 KPI 绩效指标，希望行员爱完成。立委提出资料批评讲，像兆丰银行希望每一间分行一礼拜爱做20件，合作金库伊的指示是第一礼拜1到5组20件。 第6到第10组15件，由董事长亲身督导。华南银行希望讲每一个分行4月24日前完成申请5件，4月底前完成20件。大部分的公股行库拢有 KPI， 要不伫拜日时，大家拢是安尼讲的。行库有下 KPI 的请举手，都没有。好。 拜公股行库的代表拢讲无，再去区县地准备好要提出公文甲资料开记者会时，公股行库的代表临时讲无要来啊。就在刚刚打电话来说，所有的人都不来了。好，理由是说署长他会去这个财委会备询嘛。瞬间变成一个人的记者会，虽然真硬要，也要希望讲反映的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，会使互纾困贷款真正发挥功能。